南投县长柯淑华为着要感谢劳工朋友的付出，特别甲南投电影院包落来，请模范的劳工来看电影。讲这部电影做工的人，就是伫个南投取景的。 为了鼓励辛苦的劳工，南投县政府特别包电影院，请模范劳工来欣赏上映的国片《做工的人》。这剧情是让大家看到去爱笑去感动。有一场戏是在日月潭里头，要放一辆大车子，透过县政府的帮忙，然后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每一个劳工拢是社会上真重要的人。南投县政府讲，劳工权益或者是劳工问题，拢会尽全力来甲因斗相共，让全部的劳工朋友。 都会当得到上完善的照顾。每一位人物都用他们自己的轻松的态度，甚至呢非常严谨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，是正向的，是乐观的。透过这出好看的电影，拿来鼓励辛苦的劳工，嘛透过小人物的故事，让大家有更多正面的力量。 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